欢迎光临，请落来坐。好。也是菜单，我同小姐嘛。好啊，就嘅招牌菜嘅乜嘅喏？我會推薦該當人店嘅面扒飯、豬腸炒薑絲，還個三層肉泡菜湯。哇，看到多好食呢！酒店也按到拼菜，請莫加辣咧。冇問題，我同講哦，也豬腸炒薑絲啊，係該好食嘅一項菜哦。人講啊，東食菜頭，下食薑，唔是醫生開藥方呐。按好啊。係啊，是嚟豬腸炒薑絲，餐前冇人啲，薑絲炒豬腸，幸福天天長哦。菜路出車咧，天天嚟食咯。你是食到有關麼？都好食，下二道下一來食。感謝光臨，仲料來爽快哦。